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要读诗篇第3篇。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阿们。今天我们读经就到这里。念的这个诗篇是大卫逃避自己的儿子押沙龙政变夺权追杀时所写的。大卫的亲生儿子押沙龙野心勃勃，处心积虑拉拢百姓，暗中得了百姓的心，在希伯伦公然称王，并兴兵向耶路撒冷，欲追杀自己做王的父亲。大卫被迫逃离王宫。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一个家庭，一个国家，最令人伤心的莫过于内斗。自己被儿子因政变夺权而追杀，作为一个父亲，内心的悲哀恐怕莫过于此了。更有甚者，周围的人显然都在议论他，说他得不着上帝的帮助，被上帝弃绝，才会导致如此下场。事实上，以前大卫犯罪时，上帝曾借先知拿单预言，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当人处在众叛亲离时，甚至都觉得上帝都离弃自己了，怎么办呢？可以依靠谁呢？可以向谁来诉说呢？一般人可能就没有路可走了，就会绝望了。但是大卫最可贵之处就在他在这样的时候还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求告上帝。这也是为何大卫被神称作合他心意的人的原因。他知道耶和华是四围的盾牌，是他的荣耀，是叫他抬起头来的上帝。他知道耶和华会保佑他，他就不怕。今天神的儿女都应有像大卫那样对上帝救恩的认识，知道上帝是愿意赐福的上帝。耶和华的心不是降灾祸的心，而是赐平安的心。不管面对多么糟糕的光景，都不要忘记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主的面前。他总是我们的出路，总是我们的帮助。主耶稣来不是来审判，乃是来拯救。他不是来定罪，乃是来使人从罪中得拯救，使人得着那丰盛的生命。阿们。